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老师，今仔日吼，要讲到咱顶界去行毋着路，对无？今仔日后壁一段迄个影片是行毋着路诶时去翕着诶哦，真水诶吼，真精彩。而且吼，为你来看咱诶后壁，你看我诶后壁，即个有人知影是啥物所在无？这是对面吼，迄条河哦，迄条河真特别哦，因为伊诶另外迄边就是奥地利啊，对无？奥地利，所以咱今仔要来介绍伫阮兜吼，阮即阵大遮斯洛伐克附近，一个几个教堂，细间伫山顶诶，细间诶教堂。细间诶教堂，伫台湾是足侪细间诶庙，对无？来即阵伫泰国嘛是吼，可能3-5步就一个小小诶庙安尼。伫欧洲吼是3-5步，可能就有一个小小诶教堂，真出名。你去山路拢会拄着吼。是，你是今仔就是乌白行对无？无小心去看着诶，迄种足水诶吼。其实教堂毋单是会当去遐，教人专门去遐食饭诶。无啊吼，教堂会当看水诶，除了看水以外吼，即阵足侪人拢家己当做是看水参观诶吼。但是伊有足侪足侪啥物会当做诶功能啊，有足侪功能。对，足侪功能哦。伫草地所在吼，真水啊。是，所以咱会当来看，伊有啥物功能？土地所在，人迄阵吼拢伫教会，应该讲欧洲以前诶人吼，若要啥物聚会对无？还是去遐，足侪人是去啥物天主教。差不多拢伫教会啦，咧办啥物代志，要开会，还是要庆祝啥物活动，拢伫遐啦。所以社会也是讲文化诶活动，是一个袂当欠过诶角色。所以教会是一个真重要诶所在。即阵呢，咱伫山顶若看到教会，感觉讲，即个所在真安静，阁真水。所以从咱来看。伫草地所在吼，无论是山顶还是海边，伫较无人到诶所在，有若有教会，几间厝，迄厝拢安尼破破烂烂，毋过教会有若水当当，逐个人拢注重家己诶上帝诶徛家吼，伊大诶所在拢真注重，因为人诶心，我靠上帝，就知影上帝是咱全部诶快乐诶来源。所以就尊重、尊敬来敬拜。所以第一项咱提出来讲，这个教会就是宗教甲信仰的中心。而且会当研究圣经，会当互相勉励来安慰伫遐失落的人还是讲伫遐有洗礼啦，还是讲结婚的时，就是教堂结婚，阁有相事拢总伫遮。所以教会功能是毋是？社会内底最重要，阁是社区组织文化活动中，你要办一个音乐会啦，还是讲要办一个什么庆祝的活动啦，还是节日，过新年，还是圣诞节，还是过活节，是毋是拢爱伫教会做活动？这是第二款咯。来，咱阁看，阁有第三来看教会，对，这是顶悬的即个厝顶真特别吼。因拢是落雪是较紧放落去，较紧写出。是安尼，这是用啥物做？一顶木头做，即个用房仔起的教会，即真少看到。用房仔起的这无水泥啊，伊用房仔甲起起来。是，来个这是伫阮边啊吼，阮厝边啊。即间真水，即间起了造型真好看。对，咱想要看咱咱印象中的教会无啥共吼，阁有咱伫教会边仔嘛会看到足侪囡仔人伫遐吼，老师拢会带因去校外教学，听讲因是逐工诶，
因若伫边仔有学校诶吼，逐工拢出来外口晒日就对啊，啊来来伫教会边仔行路吼，还是活动安尼，对，所以所以细汉囡仔照顾啦，啊咧公益个活动啦，啊未贪孤儿寡妇啦，拢是教会诶责任。听讲老师细汉时间是去教会领啥物牛奶粉，较早台湾拢有着，有牛奶粉一款啦，搁有啥物卡片啦，圣诞卡片哦，拢足济啊。对，迄阵吼，进前有分享过吼，就是台湾诶早期诶外国人去遐教会吼，早期诶教会是，你会看囡仔人拢足欢喜诶吼，因这差不多2岁吧吼，2岁诶囡仔，差不多2、3岁吼，2岁3岁款吼。有当时啊，拢看因淡仔扫地呢，无一定是去遐食物件，还是遐耍吼，因拢会淡仔做，老师会带因去帮忙扫叶啊，还是会做一寡公益诶活动安尼。伊阁有若有灾害，还是讲你看像这墓地吼，拢整理啊足水，历史啦、文化啦会传承，阁有资料语言啦。咱想讲台湾就好啊。咱伫台湾来讲哦，为什么咱即摆还阁会当讲台湾话？其实这就是语言文化啊，一个民族的文化保存伫迄个语言内底。迄个语言若无去，文化就无去啊。所以什么人保存台湾人的文化？就是教师，就是写教师，就是遐传道人啦。有无？遐宣教师是毋是甲台湾话用文字写起来？本地台湾话是无字诶，伊甲伊写起来记录，所以咱今仔日还阁会当看巴克勒牧师，就是英国牧师做诶圣经，阁有因做诶字典，甘伟玲牧师做诶字典，伫台湾话保存内底吼，伊会当帮忙足大，若无台湾诶话。今仔日就差不多要无去啊！对哦，迄阵拢是拢是宣教师伫教会内底推广，教会伫遐信耶稣诶人来吸收着遮对台湾，因为迄阵逐个人拢毋捌字啊，伊创立台湾话诶字，着台湾字啦，互人看，人着看有。着信耶稣，遮诶文化着保存，所以今仔日要学台语诶人，会使讲袂当离开圣经来学啦。因为你对圣经会当看到原地台湾人讲诶话，除去遮以外，其他诶文言足少诶，足歹去找。敢若会当对圣经来读。对，所以研究台语诶人吼，一定要读圣经。来以前伫欧洲吼。音乐对无？音乐嘛是一个因共款，欧洲共款。我有看到几个雕像吼，拢咧纪念斯洛伐克诶，就是斯洛伐克语言诶专家，就是讲因设立斯洛伐克语以后，因诶文字就用诶文字来写册，因诶本地因拢用德国话，还是俄罗斯诶。因拢看无起家己诶话就对啊。台湾人嘛是看无起家己诶话，所以即摆足少人要讲台湾话，就是迄个原因啦。但是有一寡有注重文化诶人，知影人生出来拢平等，上帝听每一个人，并毋是讲阮讲台湾话就甲假路还是安那。就即款人就是有平等自尊甲自由诶意识，就知影讲。我会继续来讲我爸母诶话安尼。咱音乐嘛是啊，就是以前诶人拢是教会为着教会吼，足济啦吼，足济为着教会为着上帝写音乐吼，即份拢是足有名诶大名曲对无？拢是名曲教会名写音乐。咱遮看这就是巴克勒牧师吼所翻译诶圣经。是。
你看巴克咧牧师即个是伊讲着圣经内面第一个人着，第一个教会开始啦。就是讲去澳洲诶第一间世经教会，即间世经教会成立诶时阵，是干那保罗甲鲁迪亚因一家诶人，安尼遮尔世经诶一间教会诶成立。毋过即间教会是全澳洲诶第一间，你也知影哦。所以到今仔日还阁有人咧甲纪念，所以去即间鲁迪亚教会纪念。阁即个水边也是共款，咱先来看这圣经，水边啊，抑阁伫即个水边咧洗咧。即个就是迄个鲁迪亚诶教会。鲁迪亚就是因负责人拢伫遮洗衫嘛，伫遮开讲。保罗就来遮甲因传福音。其中有一个人袂知识部诶特别认真听，伊毋惊用耳孔听，阁是用心听。上帝就安尼来指点伊，互伊开伊诶心眼。咱来读使徒行传16章13节。这你看巴克勒牧师伊为什么咱今仔日还要纪念伊？因为伊甲台湾话翻译甲足水。即摆人抑阁无法度，台湾人无一个有法度人翻译遮尔好看。伊讲伫安息日出城门外到河边，拍算伫遐有所祈祷诶所在。就这个甲所组织诶负责人谈论。来14节讲，有一个卖知识部诶负责人，名鲁迪亚来听，伊是嘴仔喙力声诶人，并所敬拜上帝，主开诶心，互伊全按保罗所讲诶话。我再讲一个第一个基督徒，澳洲诶第一个，伫因兜就建立第一间教堂。这就是第一间教堂。鲁迪亚诶纪念教堂。就是足侪人福林人伫遐讲话啊，组织。迄个水边啊啦，迄个水边啊，有一个人看，即个即间教会头前就是一条水啊。是安尼，所以人就伫遮开讲啊，伫遮对这毋是，这是对一国诶人来遮，可能是澳洲诶东澳诶人东澳洲诶人来遮来洗咧。有行对。所以其实伊拢是教会是一个为遮开始诶，就是讲有人诶所在啦，组织来听上帝话，就是叫做教会啊，对无？对，有3个人组织，上帝就要甲因伫咧。所以因伫遐，咱就看着这是咱去看着教会。为什么会看到教会？因为去行山路，山路有时平坦足好行，足水诶。有时哇，因为少人咧行，足骨诶，阁足夹，足歹行。所以山路就是讲无一定啦。所以咱想诶是咱讲着咱人生诶路，对无？人生诶路，有时平坦，有时坎坷。大桥叫坎坷吗？坎坷就是讲足歹行。足歹行，平坦甲坎坷。就是因为咱两个行毋着路，对无？所以我行去到迄个山顶足歹爬啦，足歹落来诶一个。即个拢是石头诶。迄拢无人，迄拢无人在行诶啊。对，无人行，所以佫去了围起来呢。要行到下骹以前佫互人围咧，因为佫用电网围掉，袂使用过。是但是因为安尼，咱看着真特别咯。你爬上悬啦，就是那布拉提斯拉瓦上悬诶点啊。即上悬诶点爬起来以后，你会发现讲，你会当看到3个国家。这是500几公尺诶顶悬等下影片来因为村诶所在拢是平地嘛，所以你会当看足远。即摆有迄个电动车，就是奥地利啦，特别近维也纳迄个所在。对，咱拄仔看着有即个风
这顶悬有迄个色车，的吼，就是奥地利的国旗吼，伊顶悬是红色的这拢是奥地利的产生啦。是奥地利的吼。啊来，这是足悬的吼，其实迄天风足透吼，等下咱看的时就知影吼。啊来，即个河是即是多瑙河。这个多瑙河，这条河其实拢伫奥地利内底。目前咱看的大部分拢伫奥地利内底啊。啊，到德文城堡的时候，遐开始甲攻击，甲斯洛伐克攻击啊。对，就是遮拢是算奥地利，啊，流到遮的是较就拢两边啦，用迄条河水来做两个国家的界界，啊，佮继续流落就是斯洛伐克甲匈牙利的界界。是，所以伊有流经过4个首都吼，10个国家哦，真长的一条，足水的河吼。啊，但是因为行毋着路，所以会当翕着遮尔悬吼，因为咱是无迄个啥物 drone， 迄叫做啥物？是飞行机。对啦，啊，是行毋着，才会当看着水的所在。所以讲山路有时安那。有时坎坷吼，啊，坎坷有哪有坎坷的好处，会得到迄个代价，虽然有较困难。对，所以咱若无着啥物坎坷，毋免伤烦恼，对无？会当看到另外一个足水的风景哦，所以咱来看老师录的即个影片。本来想讲是一条狗啊，经过吼，迄个老师毋知伊的后壁是一只马啊。马附近吼，上欢喜。迄天是我的生日，上我看到的这。山顶看到马啊，啊，伊声音真大。对，第一摆伫山顶看到马啊，啊，佮对边啊走过。是甲马啊来遛狗，甲马啊来狗仔伫头前行，遮个人吼，逐个人。这拢找无路啦，找无路着，毋知要行对条，所以一直行。来行到这个大河一个宽的河，慢慢风真透。这个风足透。来点啊，去吹落去，讲话拢听无。500几公尺，悬。咱为遮会当看到3个国家哦。对，对遐看到匈牙利，遐对面去的匈牙利。320公里，跟那个方向。科西车。这科西车是咱几礼拜会讲到的所在，咱嘛去这个所在。这学生啊，这个里头，迄老师传来的。平常是捌看过很多。后来我搁家己去的时拢无人，几啊摆去。我讲的奥地利哦，就是奥地利。
个德文城堡，就是我在看迄个城堡。德文城堡，足远啊吼，真水的一个城堡。咱的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远的所在有迄个发电的风车。看到这个风车，你嘛去边境的时候嘛经过啊。这个音乐是一老师的朋友带的，我唔知啥物，真水的音乐，嘛是真欢喜。咱今仔日非常的欢喜，会当为这个行毋着路，看到足侪水水的教堂吼，观众朋友若有来遮斯洛伐克，会记来找我。过去又行毋着路。嘿，对，我会带你去行毋着路迄条吼。即文知影要安怎行着，但是无简单吼。伫观众朋友，你是毋是嘛有去教堂诶？伫即个过年吼，新正年啊，希望大家会当有机会来教堂坐坐吼，因为上帝伫遐等你着。上帝伫每一个所在拢有伫诶吼，你也愿意来来听伊诶话，来看看诶吼，伊拢愿意来帮助你哦。无管你是行伫什物平塔，平坦诶路，还是坎坷诶路，是拢袂要紧吼。个几工就是咱诶元宵节，要安讲圆仔节吗？元宵节，元宵节咱就毋知影安怎做，安怎过吼。嘿，拢是食圆仔对无？就是祝福逐个吼，圆圆啊吼，逐个团圆，人生会当圆圆吼。佮甲逐个其实还袂过了年对无？过元宵节了后，才会当当做是过年结束。听讲咱诶学校还袂开学吼，有诶学校开学，有诶还袂吼。后礼拜咱要阁继续来看欧洲真趣味诶代志哦。嘛，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欧洲1:10，佮看逐个来讲故事。今日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多谢观众，平安。